来看这条新闻，人讲吼，这进行乡行无天良。高雄呢有一个做房地产投资的查甫人，诈500万的现金，出门要去上班，半路撞到两个歹人要甲抢，想袂到还佫另外一帮人呢也少想这500万。这两个嫌犯先甲这民众的钱抢走了后，想袂到呢另外迄阵的嫌犯就直接去抢这两个嫌犯啊。目前呢，这8个嫌犯都去互警方抓到，检方也依照强盗罪加起诉。一台白色的车队停车场驶出来，挡伫咧路口，准备要接应已经抢到500万的同伴。其实路边另外一台白色的车顶是另外一组抢鬼等咧等。高雄三民区这搭停车场9月初发生抢案，在做房地产投资事业的查甫人，早起用牌影诈500万的现金要去上班，半中途去互姓用的嫌犯抓嫌石仔水抢劫，500万的现金全部互抢去。红小别换2头5卡内底然后400-500万，啊你还用大规个面。辣椒水刮规个面拢整埋来面毛黑青。来，干嘛？别动！来，别动！警察！来，卖打，落车。高雄警方一路巡线对台中、桃园、台北吹起哩，2天内就甲涉案的8名嫌犯拢抓起来。不过检方一查才知影，原来迄天有2帮人要抢这500万。先下手用嫌石仔水抢钱的是姓娘的主嫌带头的，另外一旁未付下手的嫌犯，看势必唔对，上准时机，车驶去边仔，随甲钱抢过手。另有余姓被告等人也已经事先获得消息，准备行抢，发现梁姓被告等人已先行行抢得手，在于梁姓被告等人将上车会合之际，持斧头、西瓜刀等凶器上前强盗得手500万元。检方表示，因为2帮人拢无被交代清楚，为什么知影受害者迄天会诈遐侪钱？除了照强盗罪起诉，向愿意请求8年以上的重刑以外，也继续追查幕后是毋是有乌手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